主后2023年2月26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咱做伙来听读圣经《路得记》第1章第1节到第5节。事出伫咧以色列的时代，犹大地发生饥荒，有一个人带伊的某甲2个囝对犹大的伯利恒搬去摩押。这个人名叫做以利米勒，伊的某名叫做拿俄米，2个囝名叫做马伦甲基连。因是犹大的伯利恒出身的以法他人，因到摩押地就住伫遐。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去，放伊甲2个囝。迄2个囝带摩押女子做某，一个叫做俄尼巴，另外一个叫做路得。因住伫遐约10年久了后，马伦甲基连2个人嘛死去，剩拿俄米家己一个人，无翁嘛无囝通靠。以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路得记》是一本真小的故事，只有干那4章。毋过，伊受推崇看做是希伯来文学的珍珠。无论是拿俄米甲路得，大家新妇中间彼此相疼，还是波阿斯甲路得之间的爱情，拢是互人真赞赏而乐的故事。路得记的故事，相信也真侪人对伊的内容非常会熟。毋过我伫今仔日尽量要用较简单重点的方式来做讲道。路得记伊的重要性，互咱对无共款的角度咧看无共的史诗时代发生的代志。当然，上重要的是因为伊有讲到着路得是大毕的查某祖。若是大毕，就是后来的大毕王朝的开基祖。伫新约圣经中间，马太福音第1章就记述耶稣基督的家谱内面，也是大毕的家谱，其中也讲起路得是耶稣的女性祖先中间的一位。咱来看士师记17章到21章，以及路得记所讲到的故事发生的地点，拢有讲到伯利恒的出现。士师记17章到18章讲到一个来自伯利恒的利未人。19章到21章记以法莲山区的利未人带一个伯利恒的人做婿仪。伫路得记中间，拿俄米、波阿斯因拢是伯利恒的人。即款的巧合实在是真趣味，因为伯利恒伫士师时代其实是一个细细的农业庄脚，也是一个乡村。这个所在，伊因为是大毕的故乡，也是后来耶稣的出生地，所以伯利恒也诚侪圣经中间，甚至是全世界上界出名的所在之一。路得记伊的分段，第一讲到以利米勒全家搬去到伫摩押地，第1章的第1节到第5节。
犹大地必利行人以利米勒，因为发生饥荒，所以伊就带伊的某拿俄米甲2个囝移民去住伫摩押地。结果无偌久，以利米勒大生死伫遐。拿俄米辛苦将2个囝马伦甲基连请养大汉，佮甲因带2个摩押女子做新妇。无拍算，即2个囝也无生孙，就死伫遐，煞留一家3个寡妇。第2段讲到着路得对拿俄米倒转去到伫伯利恒，第1章的第60到22节。拿俄米听讲伊的故乡伯利恒丰收佮好日子较好过，就决定要搬倒转去伯利恒。元起初，2个摩押的新妇也拢要缀伊去，毋过伊劝退大新妇俄尼巴，只有剩细汉新妇路得执意爱要缀伊做伙转去。因也拄好伫迄一年大马开始收割的时阵，就倒转去到伯利恒。第3段是波阿斯好款待照顾路得甲伊的大家。波阿斯是拿俄米死去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伊伫当地是一个大财主甲大地主。伊有听讲关系路得的代志，就交代路得缀伫伊的麦园收割的田出入，也交代工人爱特别优待伊，甚至对麦捆的中间抽一寡出来互伊捡。拿俄米知影了后，毋但真安慰，也真欢喜，也吩咐路得甲波阿斯的女工做伙做工。第4段是拿俄米为着路得安排婚事，第3章第10到18节。拿俄米看波阿斯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亲族，就有意要甲路得许配互伊。路得也无反对安尼的安排，就互路得甲波阿斯私底下先相亲。波阿斯虽然有意也心动，毋过伊讲还有一位亲族是比伊搁较有责任甲义务，通优先来做即件代志，甲带路得。第5段是波阿斯带路得做某，第4章第10到12节。波阿斯招另外一位亲族去做公证，迄个亲族放弃要死去的以利米勒迄个地，因为伊无爱带拿俄米死囝的新妇做某，也因为安尼，波阿斯会当名正言顺带路得做某。第2段是讲到大笔的家谱，第4章13节到22节。波阿斯带路得做某以后，生一个囝叫做俄比德。若照以色列人的风俗，这个囝虽然也算是波阿斯的囝，毋过基本上也算是拿俄米死去的翁以利米勒的种，通继承以利米勒的产业，所以由拿俄米甲这个囡仔请养大汉，也是讲收留做囝儿，以诚做拿俄米的安慰。俄比德也是大笔的阿公，
这个故事伫犹太的伯利恒诚做流传的故事，可能到伫大灭亡的时代才整理，诚做写做是路得记，也诚做士师时代一段水佮美好的信仰生活的见证。这份家谱，咱看讲只有敢若记9代人，也就是对犹大的囝发历史算到大笔，就是雅各家族落到埃及，到伫士师时代结束，差不多伫咧800冬左右。咱看800冬才传9代，看起来无啥合理，可能有漏交几代无算入去。毋过，这较毋是圣经的重点，主要的重点是咧讲述上帝怎样伫士师的时代，也照顾伫平凡的人，保守因的生活和性命，以及竞选大笔家族的故事。路得记一般伫讲道拢会强调伫大家拿俄米甲好新妇路得，后人会用新移民甲外配新娘的角度来做讲道。我要对社会、历史、信仰来分享路得记。这张圣经的地图，咱会当看到讲，伯利恒甲摩押的相关的位置，以及因对伯利恒到摩押，也是对摩押转来伯利恒的路线。路得记对咱有啥物款信仰的教示呢？头一项，互咱来思考讲，到底是族群对立，还是族群融合较好？咱若咧读旧约有时阵，咱会看见讲，旧约有时阵真强调以色列人毋通甲外族，特别是迦南地的民族通婚。毋过伫济经节中间也发现，即款严苛的禁令伫实际上实施有介大的困难度，而且也毋是绝对性，有时阵是看人甲看对象，也是看实况。当然，这并毋是讲圣经的内容互相矛盾、各冲突，这是咧反映讲人安怎咧超找人物甲实践上帝的心意。咱伫路得记看见拿俄米去到伫摩押地，伫迄个所在来生活，也伫遐甲2个囝带2个当地的摩押女子做某。这若是极端保守的以色列人，一定会认为讲这触犯天条，所以拿俄米4翁4囝拄好来救惨。为什么呢？因为摩押人虽然是路得的子孙，甲以色列人算起来也是算作是亲族，毋过摩押人捌阻挡以色列人要入迦南地，而且阁请术士巴兰咒诅，也设计害以色列人拜偶像行邪淫，互以色列人受上帝刑罚，着瘟疫死24000人。伫申命记23章39、60，摩西的律法也禁止路得的子孙，就是阿门人甲摩押人加入上主的会，就是因真无适合踮伫以色列人的社会，阁袂当帮助因得到平安甲繁荣，所以拿俄米一家去到伫摩押，住伫遐，
搁伫迄个所在带摩押的女子做新妇，后来摩押的新妇路得也对伊倒转来到伫伯利恒。即若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传统甲社会的禁区。路得要伫以色列社会生存，实际上会比拿俄米住伫摩押生活搁较困难，也恶得接受。毋过伫咱咧读路得记，咱读着即款应该会发生的族群对立受拍破，变成做是族群融合的新社会。路得伫伯利恒是一个通人俄勒来自摩押的好新妇。咱台湾长久以来也有遮个族群对立的现象甲问题，无论是所谓的本地人甲原住民，也是讲原住民之间，也是讲即个讲台语的人甲讲客语的人，也是即个所谓台湾人甲遮个以前所咧讲的外省人，也是讲即马遮来遮个外国的新移民等等，咱嘛有遮个族群对立的现象甲问题。总是呢，咱透过路得记，咱也来思考怎样化解即个族群对立，变成做是族群融合的课题。第二，伫遮咧讲到着历史是完成上主的创造甲救赎的计划，历史可比是编辑，一针一线慢慢完成100图，也是100步，也是讲一领网仔。所咧用的线有可能是对食物的皮剥落来，还是剪动物的毛编做线。即个要做毛线的过程，对伫食物也是动物，咱通讲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毋过落尾变成做是实用品，也是艺术品。历史也亲像是一滴一滴的雨水，诚做是水沟仔，诚做溪流，诚做河川，落尾到伫洋海。咱每一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伫过去、现在甲未来就形成历史。咱会发现讲，这背后，历史的背后是上帝咧编辑。咱看到路得记每一个人物，伫因的一生虽然看起来，因为着家己，也是为着家庭伫奋斗，因也是一个真平凡的一生甲生活。总是上帝的巧妙引带带领，因的平凡就变成做是灿烂，因的苦难也成做是祝福的毛线，落尾谱写出亲像珍珠的美丽甲价值。咱逐人一生的生命，也毋若只是个人的故事，也是家庭、社会，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终其尾，也是伫上帝伊的主宰掌管，成就上帝的创造甲拯救的计划。第三，伫遮咧讲到着伫苦难中的倚靠甲仰望。路得记虽然是用路得做册名，毋过当咱咧读路得记，咱会发现讲，路得记的主角实际上是拿俄米，因为伊
出场的故事实在是占较济。上帝互纳俄米的苦难特别的济，考验也非常大。伊拄着饥荒，移民去住伫摩押地，伫遐死翁佮死囝，老两个新妇并无半个孙。后来伊带一个新妇倒转到伫故乡，毋过起头嘛是生活艰难困苦，必须靠新妇去捡麦穗，甲做临时工，勉强度活。伊头尾并无对上帝发怨言，结果是讲我满满出去，上主互我空空倒来，是安怎叫我纳俄米？上主苦楚我，全能者互我受患难。纳俄米伊自头到尾，虽然伊有遮个苦难歹生活诶代志，毋过伊无离开上帝，伊嘛无去拜偶像，甚至伊伫摩押地佮引带伊诶即个摩押诶新妇来归信上帝。这拄好甲整个咱咧读诶士师记咧讲到即个士师诶时代诶以色列社会形成一个真明显诶对比。尤其伫犹太伯利恒即个农业社区诶中间，因悠原坚守好款待艰苦人，照顾寡妇，维护良好诶信仰甲传统诶价值，这实在是非常难得宝贵诶。彼此相疼，就是因上界主要宝贵诶价值信念，也伫即种环境甲家庭诶中间，后来诞生大笔诚侪因上伟大诶君王。罗得记甲咱讲，无论时代是怎样会歹，外在诶环境条件偌尼险恶不利，咱犹原着信靠上帝，上帝也要帮助咱，亲像咧好款待伫纳俄米，互伊后来苦尽甘来，因为上帝就是咱诶倚靠甲气力。上帝伫纳俄米诶一生，虽然甲伊倒一大步诶牛屎，毋过后来变成做是有路用诶有机肥，最后就种出甜水诶菜色、芳花甲果子。咱做伙来祈祷。今日上帝，阮献上祈祷感谢，互阮伫即个路得记诶中间，看到诚水诶故事，无论是纳俄米做一个大家怎样好款待伫伊诶新妇路得，也是路得怎样会有效来好款待伫伊诶大家，我嘛看到即个波阿斯也好款待伫路得甲纳俄米，后来伫即个亲属诶中间来生即个大笔阿公，主阮嘛感谢你，虽然伫人生阮有时阵也拄着无共款诶即个艰难困苦。毋过上帝你也互即个也诚做样式伫阮诶肉体甲心神美娘，也愿阮诶一生会当坚定来军队助你诶脚步。阮献上祈祷感谢恳求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你教会甲伫基督耶稣永根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